古代时不度了，你看抬棺材的啦，牵亡者啦，办丧礼、办丧事的呢，看亡了，产婆啦、助产士啦、剃头的啦，你看理发师啊，牵亡者、看亡的礼仪师啊。剃头者、理发师啊，吹唢呐者、乐师啊，吹鼓吹者、乐师啊，下贱行业者，古代歌妓、娼妓啊，娼优啊，被古代演戏的被认为是下贱行业啊，比较末流的了，比较低下阶层的。娼优、娼妓那个娼啊，古代的称呼，还有什么婆，三姑六婆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什么婆？但是目盲的啦，身残缺，有少脚啦，少手啦，少一手指啊。原始民族用那个抓到的人来祭拜神明，检查身体，手指头也断了，结果就不用了。那个好像一个故事哦，一个国王跟那个宰相出去打猎，然后被野蛮人抓走了，然后野蛮人说要把那用来祭拜神明，然后检查那个手指头，然后少一指，然后就把它放走了。对，你看，古代连那个少一个手指头也都不能求到渡人还要问他的祖先身家清白哦，不能有杀盗业的吗？不能有淫业的。知道是有残缺哦，但是到了民主时代，时运变迁，大多都可以求到了。古代下贱的称呼改为平等的称呼。民国19年，师尊师母在山东八卦炉会中统领天命，可能在济南呢，还是在哪里啊？不太清楚了。三才，天才人才。那怎么没有讲到地才？地才是写毛笔的，写新闻的，从马来西亚搭机来台的。人才是兴义纯良圣道院的，有没有记错啊？这三才是天才、地才、人才，会不会是天才、地才从马来西亚搭机来台？人才会念那个新闻的，开口说话的，是兴义纯良圣道院的。到底这里有没有记错啊？会不会是天才地才啊？你看点传是要感恩的呢，做前人做点传，做开玄关窍的。感谢土地公帮助点到渡人，点到第一名。你看，你上午要焚烧表文3张了，做前人来焚烧，下午要烧1张。公念后将表文向阴阳灯、日月灯、两仪灯啊，两仪就是阴阳，先右后左，先东后西啊。是我们对着佛堂来看的话，先东后西啊。先东后西点燃，然后再大把香上方燃烧殆尽，而放手使飘上升。
嗯。才叫官员来神元山庄预约圣堂，什么时候来？有仙楼班的时候来的。这是记录啊，参加那个土地公求道当天的观礼的记录啊。网络上都有影片啊，不认识的人呢，上传的影片。